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4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4篇，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9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主做对敌。但以理为着以色列人民来祈祷，伊不但为着因祈祷，佮为着以色列人来向上帝恳求禁食、穿满衫，并且佮三恢复，因为伊读到上帝的先知耶利米有关耶路撒冷荒废70年的记载。以色列人因为违背上帝的真道，甲上帝做对敌，所以致到着国家灭亡，圣城被毁，人民被掠。但以理为着以色列人民祈祷，是要爱因来离开邪恶的道路，归回伫上帝的真道。伫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9节的记载，但以理为着同胞来祈祷。米底亚人亚哈随鲁的囝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的第1年，就是伊做王的元年。我但以理伫经典读到上主启示先知耶利米关系耶路撒冷的荒废70年的记载，我就上帝来祈求，恳求禁食、穿满衫、三恢复。对伊求问这个事，我上主我的上帝来祈祷。人做讲，主啊，你是至大通行为的上帝。守约是落自爱，佮互所有听你、遵行你诫命的人。阮有犯罪、行不义的事，做歹违背你的诫命甲规例。你的仆人正先知知捌奉你的名对阮的君王、官长、祖先以及全国人民讲话，毋过阮拢无听叹。主啊，你是公义的，阮这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子民，以及互你赶出去远近各国的以色列人民，对古早到伫现在拢同款自处见效。因为阮违逆你，上主啊，阮甲阮的君王、官长、祖先拢有得罪你，直到满面见效。毋过虽然阮违背你，毋听你的话，无顺从你通过你的仆人正先知对阮宣布的律法，主阮的上帝，你要求充满慈爱，佮一直赦免阮所有以色列人有违反你的律法，偏离毋听叹你的话，所以你的仆人摩西律法所记载的咒诅，甲上帝立誓要降的灾厄，就摒伫阮的心上。阮实在有得罪你，你有实现你对阮甲统治阮的官长所讲警戒的话，互大灾难临到伫阮。耶路撒冷受到的是天下无有一个城市拄到的灾难。你互摩西律法所记载的灾厄，拢临到伫阮的身上。毋过阮竟然无恳求上主，阮的上帝施恩，互阮活当心离开罪恶，明白你信息的话。对安尼，上主决意互灾厄临到阮，因为上主阮的上帝伫所做的拢是公义。毋过阮无听叹你的话，
主，阮的上帝，你捌用大权能的手，带你的子民脱离埃及。伫迄时，你就显出甲今仔日同款的名声。毋久到当，阮还得犯罪做歹。主啊，求你照你的公义，无互你极大的受气搁临到伫即个城，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为着阮甲阮的祖先的罪，受周围的人来凌辱。阮的上帝，当求你落听你仆人祈祷的恳求。主啊，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看顾你荒废的圣所。我的上帝啊，求你耳孔听你仆人的祈祷。开你目睭看阮遐个趴远的土地，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阮向你求祷，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是因为你丰富的慈爱怜悯。主啊，求你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采取行动。阮上帝，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毋通言前，因为这个城遮的子民拢是你的。但是你不但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悔改祈祷，更加用敬正悔改的心来恳求上帝施了怜悯甲眷顾。就好像参像摩西当时为着遐个制作金牛偶像以色列人民来祈求祈祷共款。出来记记33章，咱看到摩西祈求上帝继续甲以色列人同行，进入迄个应允之地。真可惜，伫咱的信仰的团体中间，总是有一寡违反者、作乱的人。伫出来集记的时阵，有一群人要求阿伦做金牛。伊哩的两个囝虽然是做祭司，但是却为非作歹。但别个囝押沙龙起来背叛。耶稣时期的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祭司，因来带头来围抗。保罗传福音的时阵，总是有一群犹太人军队咧作对，由希腊的特殊学者用怪力乱神的学说来扰乱基督信仰。伫初代教会，这群人被称作敌基督、敌基督。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5节的经文，咱咧讲到基督的对敌者，世件这是将末的时。你有听到基督的对敌者特别来？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的对敌会出现。对安尼，咱知这是将末的事。因离开咱，因为因毋是咱的人。因若是咱的人，就会继续甲咱做伙。毋过因离开，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恁已经有领受圣神，恁拢知我写批互恁，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乃是因为恁捌真理。搁知一切虚假，毋是对真理来。什么人是白贼的？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拒绝爸甲囝就是基督的对敌者。拒绝囝的无接纳爸。选人囝的就是接纳爸，要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恳求上帝来怜悯咱，赦免咱的无知、软弱以及违背，帮助咱来回归回转真道，无搁再甲基督做对敌，成做一个军队者、朋友甲上帝的儿女。诗篇第4篇，求上帝帮咱的暗道。为了我辩护的上帝啊，我求的是求你应我。我困苦的时，你有甲我透放。但求你怜悯我，听我的祈祷。
你正的国人啊，恁将我的尊严变成这建设要偌久？恁意爱康富，追求富贵，要到第时啊！就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做伊家己的。我求求上主，伊会听我的声，着惊吓毋通犯罪。地面曾休困的时，心着安静自省，着献下上帝心意的祭，嘛着倚靠上主。真侪人在问，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上主啊，求你用你的面的光照阮，求你互阮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新酒，我要用安然倒地得困，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感谢主怜悯阮，享受你的救恩。恳求主帮助阮，伫这个403的华人大地堂了后，继续来保守阮，互阮度过惊吓有平安，互受到损失的人会当快快恢复正常的生活。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